政治的消息来关心南北合的进展。郭文哲伫昨昏表示，当在签这协议的时，伊讲伊家己并无考虑到个人，而且伊讲对民调来看，拢是伊赢较济，所以嘛爱支持者有信心。另外，侯友宜伫昨昏是向郭台铭发声，爱郭台铭转去国民党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是批评南北合根本就是在分配政治利益，也批评郭文哲讲，郭文哲家己就讲 AIT 有专家打电话爱解说讲，问讲中国敢有介入南北合？赖清德是强调讲，美国若是无证据，是袂安尼问的。民进党总统参选人郭文哲是发布多元族群文化政策，包括制定反族群歧视法、总统府原转会法制化、制定新住民基本法等等。政治人物中配徐春英嘛现身，但是强调讲已经表达莫甲伊放入去不分区。另外18公布那边安怎配，但是北洋支持者反对协商规则对郭文哲不利。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我们看过民调的都是柯文哲赢了，所以为什么大家要有信心呢？要有信心，柯侯配会赢啊，让老百姓可以心安哦。一些小小的退让是可以的。在野拼整合，郭文哲讲，伊的让步是要回应超过60%，希望政党轮替民意，嘛讲会抗红海郭台铭放下个人。另外，侯友宜下晡嘛发表原民政策，要照顾原住民时代人的健康，振兴原乡经济，推动原住民族合法法，制定原住民族土地和海约法。对李赢讲要甲民调灌票给侯友宜，侯友宜回应讲目标是政党轮替，佮锁定爱郭台铭转来。人民利益国家摆第一。政党歧视，个人更没有，所以外面风雨我们根本不在乎，一起关心，一起努力，郭台铭永远跟我们都会站在一起的。小心前面有阶梯哦，小心前面有阶梯，来小心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等了以上会谢谢到我。谢谢。郭办讲南北合无代表就无法度过关合，两个人永远拢有讲的空间。民进党的赖清德是批评讲，南北硬要斗做伙，佮分赃权力，两个唔对的人伫政治上无负得正这种代志，伊有信心会当赢。另外，呛下郭文哲闹涉 AIT 打电话问讲南北合敢唔中国介入的代志，是无外交训练。美国如果没有证据的话，不会询问柯文哲啦。倒是比较罕见的，柯文哲竟然公开的在电视上把它讲出来，违反国际的外交惯例。对郭文哲讲，美中拢介入台湾的选举 ，AIT 是发声明回应，强调美国伫台湾的选举袂去徛平，会拍拼去公平对待所有参选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